清晨甘露，作者司布真。9月份9月10日，耶穌上了山，隨自己的意思叫人來，他們便來到他那裏。這裏表現出主的權柄。沒有忍耐的人，因為他們沒有被召在主的工作上居高位，便激怒暴躁起來。但願鬥者願意到主隨己意叫你所到的地方。若他願使我在他家中看門，我要快樂地讚美他的恩典，因為他叫我在服待他的工作上有份。基督的婦人所得的呼召，乃是從上面來的。耶穌站在山上，永遠在聖潔、熱切、愛心和能力方面超過這世界。他所召的人必須上山到他那裏去。他們的生活當因與他時時相交而能登上他所在的高山。他們或苦不能爬上尊貴的山，或學術的高位，但他們當像摩西一樣登上神的山，與那肉眼所看不到的神交談，不然他們就不能傳揚平安的福音。耶穌獨自向前如父有更密切的相交，若我們要使同儕蒙福，也必須如神有這樣的交通。不怪使徒們從耶穌所在的山上下來的時候，便有了新的能力。今晨我們當努力爬上與神交通的山，或苦我們能在那裏被神分別為聖，並安排我們終生的工作。今天在我們船未看到耶穌的臉之前，就不見人的面。與耶穌同在是一件最有樂趣的事。若我們有基督所給我們的神能來束腰，那麼當我們下到世界中的時候，也必能趕鬼，行異能了。若我們不穿戴屬天的軍裝，拿起聖靈的兵器，就不能為基督爭戰。我們必須看見耶穌，這是一件重要的事。我們要等待在施恩座前，直到他向我們顯現，並且要等到我們真能說，我們在聖山上與他同在，